主一直你保做前景牌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受事到夜的归来，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。你安排阮当行着袂话差错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我欢喜顺坦行天路。咱踏出一日你保做前景牌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。受事到夜的归来，引带我行信心的山谷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你安排阮当行着袂话差错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新年蒙福。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107篇。我们今天读的诗篇107篇是第5卷的开始。诗篇107篇的第1节和诗篇106篇的第1节是相同的，这两首诗都是用来赞美称谢神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美善的神。106篇所专注的是以色列的救赎历史，从以色列先祖直到今日，神的慈爱仍然绵延不断。他们因为罪而分散各地，但是因为神的慈爱，他们仍然可以被神拯救招聚，再次能称颂赞美神。诗篇107篇，诗人在以色列被掳回之后，劝勉百姓一定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。这篇强调的是个人经历神的慈爱，不管个人经过什么样的患难和考验，在苦难中呼求神，神必应允搭救。感谢神，他总是在垂听人们患难中的祷告，并且伸出手来拯救他们。在这段旅程中，诗人将着重在述说以色列的历史，并且预言他们将来的祝福。虽然以色列人犯过错，受过管教，但当时候满足，慈爱的上帝仍然把他们再次招聚回来，重建他们的家园。现在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。诗篇第107篇第5卷第1节，上赞上帝至善，恁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上主所救赎的人，伊对着手中所救赎的人，对各国，对东对西，对南对北，所聚集的人拢着安尼讲，因伫旷野爬远的路流浪，找无城通徛起，因夜枵夜喙焦，因的心神分去，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该救因脱离患难，伊带因行直的路，互因到通徛起的城。因为上主的慈爱，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伊互喙焦的人知足，互枵饿的人有好物食到饱。第10节，坐伫黑暗死荫中的人，受困苦甲铁链捆绑的人，因为因背逆上帝的话，看轻至悬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伊用劳苦甲因教乖，因跋倒，无人扶助，
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伊对黑暗死荫中带因出来，带长白因的锁，因为上主的慈爱，甲伊为着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，因为伊拍破重的门，斩断铁的门串。戆人因为因家己的过失，搁因为因的罪恶受苦楚。因厌恶逐款的食物，已经挖进死亡的门。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第20节，伊出命令医好因，救因脱离死亡。因为上主的慈爱，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，愿因献感谢的祭，用欢喜的诗歌讲起伊的所做，坐船过海，伫大海做生理的人，因为看见上主的所做，甲伊伫深渊所做的奇事，上主一个命令，狂风就起，海中的鹰牙起来，因就到强创，落到海底，因为危险，身魂消散，因颠颠倒倒，东倒西歪，亲像酒醉的人，因的功夫拢无路用。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对患难中救因出来，伊予狂风停，海涌就平静。第30节，风停，应静，因就欢喜，伊就带因到所爱去的港口，因为上主的慈爱，甲伊为着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，愿因伫人民的聚会中尊伊做至权，伫长老的议会中称赞伊，伊予江河变做旷野，予水泉变做干燥的地，伊予肥地变做咸地，这拢是因为徛起伫遐的人的罪。伊予旷野变做水潭，予大地变做水泉。伊予枵餓的人踮伫遐，予因去做城通徛起，搁種做田園，栽葡萄，得到豐富的土產。伊賜福氣，予因生炭真多，予因的精生無減少。因搁因为压迫、患难、忧苦、人口减少，予人看轻。第40节，伊予贵族受侮辱，流浪伫荒废无路的所在。毋过伊替跋散车人，予因脱离苦难，予因家族兴旺，亲像羊群遐多。正直的人看见就欢喜，歹人拢踮去无话通讲。智慧的人着注意这个代志，要少念上主的慈爱。诗篇107篇规律地描述了4种苦难情形。这规律是：第一，道出苦难；第二，于是哀求神；3，神就搭救；4，劝诫人称谢神的慈爱。这首诗篇带给信徒极大的安慰，让我们看到神是拯救者，人生会因为不同的原因遭遇不同的患难。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，每一次神都搭救。此外，这首诗也教导我们正确面对患难的方式，不是抱怨，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依靠神，向神呼求，依靠神的慈爱。诗篇107篇1到3节点出了什么样的人应该称谢神的慈爱呢？
就是神所赎回的百姓，从敌人手中，从各地，从东西南北所招聚的赎民，他们要称谢神的慈爱。我们是由神所造的，是属于神的。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，人类堕落，落在罪里面，做了罪的奴仆。而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，使我们不再活在罪中，得着释放。所以我们都应该称谢神的慈爱。4到9节描述了第一个苦难情形，漂流在旷野当中，又饥又渴，心里发昏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神，神就应允搭救他们，领他们到可居住的地方。诗人劝诫人称赞神的慈爱，因为他满足心里渴慕的人，喂饱心里饥饿的人。我们也许有人现在正在漂流在旷野的干旱地之中，心里面也许因为生活，因为环境，因为某些人得罪我们，充满了抱怨，到一个地步看不到出路，心里发昏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想等到神搭救我，事情有了转机，环境改变了，我才赞美称谢他。不，我们先来称谢神的慈爱，哀求神的拯救，神必从患难中搭救我们。10到16节描述了第二个苦难情形，坐在黑暗中，死荫里，被困苦和铁链捆绑。这就好像现今当中有弟兄姐妹仍然被罪捆绑，落在黑暗里，包括性、暴力、烟瘾、酒瘾、手机成瘾，其他的不良习惯，或是说谎、诈骗、偷窃等等。11节解释了捆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，所以他们扑倒也无人扶助。他们在苦难中哀求神，于是神便拯救他们，断开他们的锁链。神是爱我们的慈父，会透过环境和经历来炼净我们。神是使被掳的得释放，使被囚的出监牢的神。所以当我们被捆绑的时候，我们仍要因他的慈爱称赞他，并且相信他会断开我们的锁链。17节到22节描述了第三种苦难情形，人愚妄到一个地步，便厌恶各样的食物而濒临死亡。有时候人们忧郁恐惧到一个地步，吃不下任何食物，这样的心理状态神能医治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他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，欢呼述说神的作为。23到32节描述了第四种苦难情形，在航海的途中遇到狂风巨浪，船被海浪打得上下摇摆，甚至好像上到天空，下到海底，人心消化，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，他们无计可施。这时候他们哀求神，神就使风平浪静。我们面对大自然的时候，常常无计可施，但是在马可福音4章39节告诉我们，耶稣是能够平静风浪的神。当我们遇到大自然的风浪，或是人生的风浪时，我们可以依靠神，感受到神所带来的平安。在33节到42节说到，人有完全的主权，他能使江河变旷野，使旷野变成水潭，地里生出土产。他能使君王降卑，蒙羞受辱，也能使穷乏人安置在高处。也就是说，神能把我们的命运完全扭转。对那些骄傲的人，神能把水泉变为旷野，为要制服他的心。可是对于那些谦卑的人，神却要叫旷野成为水泉，让祝福大大的临到。就像诗篇18篇27节所说，困苦的百姓，你必拯救；高傲的眼目，你必使他降卑。43节总结了这首诗篇，有智慧的人必定会不断思想神的智慧，明白神做事的法则，遇到困境的时候呼求神，并且称谢神的作为。诗篇107篇不断重复一句话，在急难中他们求告上主，他救他们脱离祸患。诗人提醒我们，新年最大的红包是上帝亲自给我们的那份永恒不变的慈爱，这是比金钱更宝贵的红包。
诗人用重复的方式说明上帝在苦难中的拯救，呼召人称谢上帝慈爱的真实与宝贵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垂听呼求并施行拯救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让我们在大年初一就用你的话语作为新的开始，求你帮助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，不只说新年快乐，我们更要说感谢上帝，愿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因他凡事都能。愿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，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慈爱与应许当中。咱踏出一里里，步做一敬拜，新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受赐高野的归来，因带我行神圣的山谷，顺经恶路，逆境恶路，你安排阮当行着月月差错，顺经恶路，逆境恶路，我欢喜顺坦行你路。咱踏出一里里，步做一敬拜，新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受赐高野的归来，因带我行神圣的山谷，顺经恶路，逆境恶路，你安排阮当行着月月差错，顺经恶路，逆境恶路，我欢喜顺坦行你路，顺经恶路，逆境恶路，顺经恶路，逆境恶路，你安排阮当行着月月差错，顺经恶路，逆境恶路，我欢喜顺坦行你路，顺经恶路，逆境恶路，顺经恶路，逆境恶路，你安排阮当行着月月差错，顺经恶路，逆境恶路，我欢喜顺坦行你路。